爱有衣有食就运动持续，然后你有通好穿，有通好食，会当过日子，养活你的生命，你就应该知足快乐啦。所以做人啊，就是爱安尼。咱圣经也伫甲咱勉励啦，讲咱唔通贪心啊，活着日子吼，你若贪心吼，这种罪吼，到尾啊吼，你就会做足侪唔好的事来。人有诶贪小便宜啊，小便宜贪着了后，你搁得偌济，得一点啊，你欢喜嘛无路用。互别人食亏去啊！你若贪爱别人的，即个别人的，你搁贪爱，你就犯法。所以圣经第10条诫命伫甲咱讲，讲唔当贪爱别人的物件，是别人的这金钱，袂使贪爱属别人的人。有的人安尼家己都有太太啊，搁去爱别人的太太，即款代志到尾啊犯法，甚至互人刣死，人怨恨甲刣死，这拢是害着家己害死家己的。所以活着日子吼，咱爱知足常乐。厝边隔壁大家好，谈天说地无烦恼，行为端正人和乐，欢喜斗阵上介好。厝边隔壁大家好，中好三听又敬老，你好我好大家好，幸福美满好结果。厝边隔壁大家好。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提供，欢迎收听。你现在所听的节目是《厝边隔壁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喜信。现在为你进行的单元是阿公来开讲。在咱节目中间，咱依然邀请到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宣导处处负责赖英虎团队，在咱节目中间来甲咱做伙来开讲，谈一寡人生的谚语甲道理，互咱做生活中间的参考。我今摆要来问赖团队一句谚语，你讲到人心不足蛇吞象，这什么意思？人心不足蛇吞象，人的心未满足这实在咱为这个足济人这个生活中间咱看出来。像讲这查某人，伊有一领衫通好穿，感觉真好。但是想讲定咧穿这领衫，我就加穿较济衫较好所以伊就买足济衫，甚至做甲安尼规拄拢是衫，都叫你唔知要穿多少领衫。劲都是未满足你一领衫穿，你搁看到新衫就要搁买。所以人的心真好满足。同款的道理咱足济人在趁钱嘛，同款。哇，会当趁着100万，真欢喜啊！搁要趁1000万，趁1亿万。发现人的心就是无办法控制所以讲人的心未当满足，人心不足蛇吞象。咱是讲蛇细颗张呀大只哇！这是免怎吞？这免怎吞？我讲吞嘛吞袂落，莫晓打死了啊！这蛇这细只，伊搁想要将枪甲吞落去，所以咱有当时看蛇有影吞一只鸡咯，吞一只狗山咯吞到巴肚尖甲呢圆润润，这大尾蛇都去困咧迄个大樟树大力甲困好暗伊个内面巴肚内迄物件甲缩个喙去这蛮屌啊！巴肚一个巴掌大困，再去用掠去。所以当时咱感觉讲有个蛇嘛心真大啦。不过这句话讲蛇吞象这照讲绝对无可能的代志。但是人的欲望就是赢过人做会到的代志。人的心往往是足大，所以古早荣华富贵的这个所罗门伊在圣经的这个传道书第6章第70里有讲人的道路拢是为着口腹，但是心内都未知足，无错啦。拍拼趁钱起初拢嘛为着口腹好食啦，食会饱啦，为着巴肚饱啦，家己饱啦，厝内人饱啦，规家人会当好好过日子这当然起初人的要求路拢是为着这。但是到尾人一个趁侪钱哇，一个富裕起来，拢嘛未满足，煞人会满足，掠做趁愈多愈好。所以这人的心就是这款参像蛇要吞象迄款心啦。所以人心不足蛇吞象意思就是讲贪心的人永远无办法满足，袂当知足的对，一直感觉无够，伊的欲望无办法达到啦。好，所以人在这个心态下面讲起来伊哪有好个？
伊搁较济嘛无好个，伊就感觉袂满足袂快乐，迄咯真正好个。咱会当知足常乐，迄都真正咧好个对吧？所以有当时吼，咱就是到人的欲望吼，咱也爱想到讲咱家己吼，对一寡呢无需要追求的，咱有伫追求啊无？像讲咱食嘛定遐济咧吼，穿嘛穿遐济，困嘛困遐大位，你要求遐济要创啥？得遐济要创啥？财产愈济，物件愈济，毋是足歹管理的，但是人的心内袂知足的，这足奇怪的啊！这个人的一种欲望。我请问罗坦道一个，佮另外一句谚语吼，做贪官跋死牛，是毋是有啥物相关啊？哦，贪官跋死牛啊！嘿，这个官吼是你指到官网吼。毋是你指着即个做官迄个官啦吼，贪官跋死牛就讲牛吼，伊爱食官网对无？所以去到山的所在吼，看到官网规死过，哇！紧食，一直行。官网吼有真悬嘛，足捌的吼，所以直食，愈吃吼愈欢喜啊，贪食。像我这官网我咱这鸡腿才好食呢，直直吃，毋知影讲这官网生在这个断崖上悬这个山顶的所在，下骹就是坑坎啊，食无注意啊，毋知讲下面就是坑坎啊，这个食伤厉害吼，无走成情啊，无走成情啊，叫做我一个山就跋去坑坎落去，所以贪官跋死牛就是你讲。这个牛若贪心吼，直直食官网，食到尾后，毋知影前是坑坎，跋落这坑坎来是。这是你甲咱做一个简介，讲世间人吼，足侪人就是欲望伤大吼，伤贪心吼。结果吼，互伊一生吼受足侪苦楚。所以讲即摆人为人趁钱吼，所以讲设工厂就好啦。设一间工厂，我趁袂少钱哦。所以就想讲哇，我过来设一个分工厂，哇，过来开发一个，遐设一个，遐设一个。无钱就去借钱，利息佫真悬，嘛共少，就直直说。愈加愈济，即嘛工厂真大，生产量真大，但是需要的人较无遐济，较有继续逐个拢直直需要你的产品，因为有的产品嘛是用足久才会歹啊，所以你直设工厂，直直生产到尾啊，生产的物件无人要滴啊，人都无需要，你就降价啊，你不但无趁钱，当设个工厂用遐大成本啊，到尾你失败就是你啊，到尾你变做爱倒店啊，你足可怜。所以圣经吼，这个保罗捌写配哦，这个提摩太，提摩太前书的第6章第6节有讲啦，讲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咯。讲因为咱无带啥物吼到世间来，也袂当带啥物去啦，所以只要有衣有食，就应当知足。哇，这句话真好吼，人就是天顶的神所做的，万物就是神赐予咱的。人来当真敬虔来拜天顶这位独一的真神，对这个世间的代志，神赐予咱偌济，咱就感谢领受，心内感觉会满足，人讲知足常乐，敬畏天顶的神，敬虔拜神，守神的道理，去爱神疼人，神甲你看顾平安，神甲你照顾，神赐予你的，你阁会当满足快乐。活得真幸福啊！所以这就是上界大的这个福气啦。是。所以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实在咱有影无带啥物到世间来，影出世的时直直喊，规双骨查看卖，也无带半项来吼。空你连讲治着拳头舞甲天开的，影的拳头舞嘛无半项，无带半项来啊！死的时阵人身躯亮得起手一个天开嘛是空两手哪有带啥物？所以圣经就讲，只要有衣有食就应当知足，然后你有通好穿，有通好食，会当过日子，养活你的生命，你就应该知足快乐啦。所以做人就是爱安尼。咱圣经也伫甲咱勉励啦，讲咱唔通贪心活着日子吼，你若贪心这种罪到尾你就会做足侪唔好的事来。人有诶贪小便宜小便宜贪着了你搁得偌济，得一点你欢喜嘛无路用。互别人食亏去啊！你若贪卖别人的，这个别人的你搁贪卖，你就犯法。所以圣经第10条诫命伫甲咱讲，讲唔当贪卖别人的物件，是别人的这金钱，袂使贪卖属别人的人。有的人安尼家己都有太太搁去爱别人的太太，这款代志到尾也犯法，甚至互人刣死，万分甲刣死，这拢是害着家己害死家己的。所以活着日子咱爱知足常乐，这才是福气。咱真感谢今日大团队伫咱的节目中间甲咱分享这2个谚语：人心不足蛇吞象，
贪官跋死牛，这两句话拢真好，互咱会当的心啊，会当得到知足。所以咱感谢罗兰德伫这节目中间，甲咱讲一寡台语的智慧，甲咱分享一寡人生的道理。咱感谢罗兰德。原咱拢会当做一个聪明人吼，咱莫去贪爱无属咱的物件，爱当知足常乐，上介好。感谢罗兰德。耶稣，耶稣，你是我的牧者，有你引带，我拢无欠亏。耶稣带我到伫青草上，你要予我安歇伫溪水边，你要予我灵魂所找，你用你的名带我行正路，我行过死荫，不惊遭害。你用怪啊来安慰我。耶稣带我到伫青草上，你要予我安歇伫溪水边，你要予我灵魂所找，你用你的名带我行正路，我行过死荫，不惊遭害。你用怪啊来安慰我。一生一世，因为主爱随我，我要定伫主耶稣的殿中，地高永永远远。